歡迎乘搭良民燕航空。為咗確保你同小朋友嘅安全同體驗，請細心觀看影片。登機前，請攜帶小朋友同埋家長嘅身份證明文件到櫃台辦理登機。登機後，請將所有嘅隨身行李放喺行李櫃。提醒你，會發生干擾親子互動嘅電子產品，例如手機、相機，將會全程禁止使用。祝閣下旅途愉快！雲朵書店聖經小站，空中玩具站，機場跑道，機場餐廳，飛行學院，自由天地。